看看啊，看看这些佛尊啊，大概200多年了。ในขณะขอพรแด่ทุกท่านจงเดินทางด้วยความสวัสดิภาพ 大家好啊，我是泰国的阿米苏师傅，刚到了老挝万象这边，飞机从曼谷过来是1个小时，1个小时很近的。老挝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啊，大家不要看这个地方，比其他的国家可能是经济方面是有点薄弱，但是人民啊都很友善啊。 而且很淳朴。明天要到老师傅的那边的庙开会议，然后拍给大家看看。 老挝这里虽然基础设施会比较薄弱但是还有很多很漂亮的酒店而且价钱也不会跟其他国家的那么贵，品牌也是一样的。那个给大家看看，看这里对面这里对面这里。 就是晚上有很多灯对面这边就是那个泰国了，这里有隔了一条河，隔了一条河，看到吧？隔了一条河，这条河就是湄公河了湄公河然后对面就是这个泰国这里就是老挝给大家看看漂亮的，这里就是泰国，泰国对面的佛寺跟老挝这边佛寺有些是一样，有些是不一样的有些佛塔是不一样的。我说了其实也是小乘佛教的佛牌也不一样这里的佛牌呢，也有几百年、上千年的佛牌，很不错的佛牌。那明天看看老师傅有没有愿不愿意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来这些佛寺啊，一定要，尤其在除了泰国啊、老挝、老挝、柬埔寨这些啊，缅甸啊，都要尊敬佛祖，都要穿啊，都要穿这样子的。看这尊啊，完整啊，完整。看这尊很慈善啊，很慈善。这里都有标码的哦，有标号码的，哎，标号码的，都是挖出来以前的古佛啊。这些看看。看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还有一些古佛老的哦，这大头了，很大，头很大。这挖出来很漂亮的佛像。就是用泥做的啊，都是用泥做的，看到吗？以前，用这个铁衬住啊，很大了，人是吧？好像人那么高。这些都是以前的佛的石啊碎，这些都是碎的。以前的佛祖的身躯啊，佛祖的身躯，看佛脚，身体，佛的身，这上千年了哈，看，有些是已经不可以了，所以呢，就把铁撑住，这些。看鼻子也很不错哦，它特殊，很漂亮。看这尊啊。它的安德很漂亮鼻子很漂亮的，很特殊，漂亮。这尊很漂亮。这种牌是老挝这边老挝的佛祖有很多种跟泰国也一样，但这种呢是特别很不错的牌，是108位3年前108位大师傅开光，你一进来这个佛庙你就感觉很强那种气场，所以它佛牌也是很强。这个Wat Sisake， 这个是老挝很老的庙，这边的老佛好多好多很漂亮的老佛不可以请了，只可以看一下，看看这些老佛
看这些啊，很老了，上千年，可以放点钱啊，手了断了，太久了哦。还有小佛像里面的，看啊，看这尊。大家来看看哦，最真实的这些老佛祖哦，大家以后来了可以来做捐献一下，做汤bun啊，做什么看啊？这佛尊左座也断了，太老了。这佛庙。这些都是国家级的生物，只可以看啊，大家来不好摸啊，因为都是很珍贵的，包括这些庙的柱子，尊哦，以前啊陵墓制作的佛像，看啊。这老佛像啊，可以放点钱在这边哦，放点钱啊，老佛像放点钱啊，给他是吧？放点钱，对，有点像巴厘岛那边的风格啊，但是其实不是的，这里还有好多佛像啊，还有很多佛像，看啊，这些这些都是很老啊，古墓啊，以前的老佛像，这算是一个是一个古老的这个博物馆，讲佛祖博物馆，这些啊陵墓做的啊。龙船啊，还有这个门，看到吗？这些生物，这座很老了很老，几百年。大家来看看这些古佛，应该很多人没看过的哦，有些是头断掉，有些什么的。这些古佛啊，都是很珍贵的佛祖啊。古佛啊，都是在1826年到1828年的时候应该有200年了的时候呢，以前老挝在边界的时候打仗的时候然后破裂了好多这种佛尊，现在把它留下来，收集下来，存着锁在这边看看，有这些佛祖。看看这些佛尊大概200多年了已经。也有佛脚哦。这里面的洞全部都是有佛尊的哦。
我来万翁德这边见大师傅啊，然后大家给大家看看这个庙。万翁德的庙啊，这个庙是不是很大，但是是很漂亮啊，也是很老的一个庙，很有名的一个庙啊，在老挝这边啊。然后，看看里面的大佛祖啊。这呢是龙坡手，文章卡手。那他的这个牌啊，在老挝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他留下来的，漂亮。这尊也是这尊也是红了啊，全奴婆留下来给大师傅5条经文这尊看到吗？这尊龙婆来这边了，然后来传起经文了，然后他就离开了，然后留下了。这人铜了也是，整100年。看嘛，有3只这个剑骨，有点像印度的神，但是不是。这是一个老挝这边的将军的一些牌来辟邪功效，打胜仗，很稀有的老挝的牌。像这尊看，老挝这边的师傅，有点像龙坡手那边的，但是也不像。不要看它这种那么新的牌，一座佛庙有时呢，如果你的体质敏感的，或者是你跟佛祖有缘，你进了一座佛庙你会感觉有特别不同的这种气场，那证明这座佛庙这些的牌都很灵验，所以一定看佛牌不一定只要看哪位大师傅更厉害的高深之作，而且还有很多的因素的好不好？像这后面这尊大佛祖都老挝这边很有名的佛祖，然后这边的
以前啊，一位主持叫鲁珀蓬，他已经圆寂了，大概8年了。他的这个法力很强，很少人会知道。柬埔寨这边也有很多很好的庙，像制作佛庙啊，鲁珀蓬是这里以前的主持，但是已经是圆寂了。他以前很有名的，在老挝这边，这个庙也是很有名，老挝其实有很多很漂亮、很有名的庙，不只是在泰国，所以还是要看缘分，大家。鲁珀蓬圆寂了8年，应该是2015年圆寂，但是他行善，然后很有名，然后做了很多善事那佛庙是建得很漂亮，所以现在他圆寂，大家也一直在在怀念他，在供奉祭拜他了。来看看老挝的佛庙一般有点像中国式，你看它的顶不是像我们泰国那边这样子一样的它的瓦呢是这样子一样的，看到吧？它瓦是用木做的，看吧？没有说我们泰国那边是画了很多墙壁上很多佛祖的故事什么，这里就比较少，风格不一样但是做工还是很好，很漂亮的，很漂亮的，所以以后大家来老挝也好，柬埔寨也好，是吧？缅甸也好泰国也好大家都多行善多做功德，好不好？今天就说到这里，好，大家健康平安。